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冷气团到位，南投的合欢山只有2度，这个山壁来结冰，阁有冰条，日头一个照，闪闪发光。另外，这个森林的天空出现着阴阳天的奇景，咱做伙来看。 有民众翕到天顶分2边，一边是真好天，日头真炎；另外一边天顶有真高的云炸条咧，秘书是乌阴天。一个天顶有2种景象，而且真明显。特殊的天顶的奇景，互人看甲目睭唔甘呢。气象专家讲，这就是俗称的阴阳天，而且范围真宽，包括有森林、嘉义、台南，拢看会到。冷空气下来，把原本的暖空气往上抬升，然后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云形成了一条线这样，是，然后就会有一个阴阳天的感觉。 南投合欢山是变成水泉风江，山壁的杂草拢结冰，长长的冰条挂伫顶面，日头一个照，闪闪烁烁，规片山壁变甲真像水泉江同款。在高山地区，由于水汽没有那么多，因此在夜间是一个无云的天气。在辐射冷却的作用效应之下呢，地表通常会达到0度的温度。 冷气团发挥合欢山气温降甲真低，袂少民众冲上山要赏雪，想袂到无想到雪，先去欣赏到冰条，这嘛是一种美丽景象。